新闻一开始，先来看新北市一个高中的查某学生后来去新竹参加营队，昨原本是安排去新竹的尖石寮溪，所在人煞中途沉迷，送医医院是救无回来。市立县府调查发现，这主办业者相关的活动拢无送件被查，警方是依照过失致死，甲2个教练隆重上班。穿救生衫体验寮溪是透心凉佮刺激。 不过，在新竹尖石的引冰溪，所标出有人溺水的意外。救护车接到通报了后出动，赶去溪边救人。一个查某学生已经被救起来岸边，消防员随家急救，把人送病院。不过，将其尾要是救无回来。同仁抵达现场的时候，患者已由营队的教练拉上岸，呈现欧卡。 这个不幸过往的是一个15岁姓黄的查某学生，伊读新北某一间高中1年啊。他休热的时阵参加业者办的5天4夜夏令营。7月31日下晡4点多参加跳跳河的活动，若像脚卡伫石头旁的全去渡水，去互教练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、无心跳。现场有关业者、教练等人员责任部分，本分局课证调查厘清。 并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。涉案的业者甲警方搁登去现场，新竹县府嘛派人去业者的公司稽查。虽然是合法立案，不过其中一个教练证照已经过期。这个寮溪相关的活动并无送官方被查，即嘛发生事故，警方嘛以过失致死的罪嫌侦办。业者办理这个相关溯溪活动，并未依教育部体育署溯溪活动应注意事项来。 申请送件到本府来备查，当然就是同理安慰，很遗憾呐、后续会帮我们就陪伴呐、听到说他可能有法务的这一块，我赶快跟新北政府也联系了。学校发声明表示，这个营队的活动并不是学校办理的，家长透过广告替囡仔单独报名，全学校敢若伊一个人参加。现在新北教育局嘛表示遗憾，已经协同法制局提供家长相关法律咨询的协助。 还有后续保险理赔事项，有虹吸洞嘛，这个水洞塞缝，然后还有 SIF 就是筛网跟 undercut， 这个是底切岩石。那这3个是很常见的致命的危险。那前导教练先去判断说能不能下。就算专案代志发生的原因要来调查，不过有其他的向导提醒，进行这类的活动，在落水进前水位的监测都要先做好。溪水的水坑嘛有可能有危险，若一个无注意，就有可能去互夹入去。 相关的活动拢要有教练先确认水质的情形，来确保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